网络借钱贷款的平台 IMB 防指控假影投资有影诈骗，受害者有上千人。一审依照加重诈欺定罪，判主嫌詹耀峰12年6个月。不过 IMB 的自救会认为判伤轻啊，今仔日二审开庭，受害者要求司法就要还因一个公道。司法纵容，诈骗横行。伫高等法院外大声喊口号，要求司法还予被害人公道。讲是介绍借贷投资，所涉嫌以假借款吸收资金的 IMB 平台，受害者上千人。一审认定专案吸收资金超过83亿，主嫌詹耀峰甲女朋友犯罪所得超过70亿。一审依照加重诈欺银行法定罪，判决詹耀峰12年6个月。我们到现在没有拿到1毛钱之外，还要到处借钱来打官司。被害人呢一再的受到司法折磨，诈骗犯却能够轻松的脱身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受害者造成自救会专案27二审开庭，自救会批评一审轻判，主嫌嘛无交代款项的流向，各加一审干以银行法、财法业务车手这个共犯，互因闪过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责任。地事上百件附带民事请求，互人驳回，都要搁补交400多万裁判费，地事因了搁较济。诈骗这样不会被关，打到什么部队啊？那个我看哦，也撤下好了。主嫌现在还藏20几亿在身上，那请问一下，20几亿为什么检调单位不把它找出来呢？自救会成员要求司法都要明查，还因公道，政府嘛都要加强打诈。记者会后，成员进入法院开庭，因为出庭的受害者也加委任的律师伤济，都要搁加开延伸法庭，敢若身份的确认都超过半点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